咱继续来读大陆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咱今仔日要教是第一章第7节到第8节。其实上帝创造第一天是到第5节，所以对第6节到第8节是第二日吼，第2天。咱因为咱昨已经讲过第5节、第6节啦，为着要完整来看第2天吼，所以咱搁对第6节开始复习。其实今仔日第7节、第8节要咱等下看就知吼，差不多所有的字差不多拢学过吼，所以应该是毋免讲用即侪时间去一日去讲安尼。好，咱来看吼，对第6节开始。上帝讲，这个水的中间就有姜葱，将水甲水分开。第7节，上帝就做上帝就做姜葱来分开姜葱下的水甲姜葱顶的水，就安尼。上帝叫姜葱做天，有下远有早起，是第2日。好，咱来看第7节吼。上帝就做姜葱，这个就字，咱其实伫第1日就有看到吼。上帝讲着光就有光，吼，就是这个就字。等下我再来讲这个就字啦，吼。咱继续看咧。上帝就做姜葱来分开姜葱下的水甲姜葱顶的水，来分开。你有注意到？进前讲分开，即马伫遮呢讲分开，所以呢分开拢会使吼，拢会使用，拢会使讲。我本来是想讲是毋是你有去拍毋对去，但是我拄则去现迄个实体，我有一本迄个实体版本吼，真正是顶头是写分开，下底写分开吼，所以咱来看一下分开是毋是拢对？来看一个啊，台语大词典吼。咱先来看分开，这个查法吼是调号，伊是用拍数字就好，第一声就免拍，所以我就直接第一声就安尼用，就好。查分开，汉字是安尼写，分离的意思吼。家伙分开，甲你分开，这是例句。咱来看一下，安怎用分开咧？分开嘛是有，汉字相款分开、离开、分离，所以分开拢会用吼。咱转来看圣经，来分开姜葱下的水，这个下是顶下的下吼，顶面下底迄个下，来分开姜葱下的水，甲姜葱顶的水。我拄则读这个姜葱。
其实我强创发音拢无准吼，即个声调拢发了无准。第一声，第一声的变调其实要读第七声啦，强创啦，应该是安尼读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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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所以是第七声是强强创。伊本来是第一声变调，就读做第七声强强变强强创。我即个变调拢读得无介好。强创顶的水，即个顶字就是顶面的顶字，吼，就有安尼，吼，就安怎呢？就是顶头即句发生嘛，吼，就是来分开强创，就是做强创，所以就有强创，强创就分开强创下的水甲强创顶的水，就安尼。再个是周字，所以即个周字伫即句内底出现两遍，吼，咱就做一个来讲。就有安尼，即个周字呢，其实我一开始来读即个巴克雷版的圣经的时阵吼，即个周字我读了足袂惯势，因为伫个我的惯势的讲法是讲，我是用对字吼，上帝就做强创来分开强创下的水甲强创顶的水，就安尼吼，这是我的较惯势的讲法，就是用对字来代替即个周字，所以一开始我嘛是小可淡薄怀疑讲是毋是即个周字是受着华语，因为我知影伫咧即个英语翻译即个下问音的即个圣经的时阵，其实原来有含即个参考迄当阵迄个和合本吼，所以是毋是有受到即个北方的即个官话影响，用即个周字？但是呢，咱来看一下，日本时代的书典吼，是毋是伊原来用迄个周字，含迄个我较惯去用的迄个对字，是毋是有相款意思伫诶吼？周第七声吼，所以应该摕七。好，即个周字呢，汉字就是即个周字。伫遮，咱来看伊解说吼。你若去看原册是拢用日语做解说啦，无一定看有吼。咱直接来看即个新网的网站用解说吼。伊已经甲翻做台语啊。第一个意思就是就近，吼。第二个意思呢，将，含即个将的意思相款，将咱有讲过，就是咱等下再看哈，就是用来做啥物代志，即个将。第三个意思，指某动作了后真久已经存在。即安尼看你毋知影意思，咱来看例句。意思讲，即个动作，你做即个动作进前就已经存在足久啊吼，周字吼。伊安尼，即例句是安尼写：袂领台以前，我就甲内地人来往，就是即个袂领台，就是日本时代即个用法吼。的意思是，咱即马来讲就是讲，日本人还要来台湾进前，我就已经有甲迄个内地人你来往，迄内地人当然这只讲的是日本人吼。所以即个周字呢，我就有甲内地人来往吼，就是讲即项代志还未发生之前，就有另外一项代志，就用即个周字吼。咱看一句应该搁较知影意思。早起天未光我就来，天还未光我就已经来啊！吼，所以用即个周字。自古早就有，所以是周字。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意思。第四个意思是讲，某动作了后马上发生，就是你做 A 了后 B 就发生啊，就是用这个咒理。第三和第四看起来敢若会互你 confused 吼，你会混唔对去。但是你用惯习知，咱来看例句就知影。伊讲你你转去伊就来。我看了这两位，我煞时间讲唔去吼。例句应该是即字啦吼，就理。这以后再讲啦，这是和变调有关系，再用即个两个迄个 dash。你转去伊就来，所以你拄则转去伊就来。食一杯酒，面就红吼，酒再啉落面就红，所以就拢用即个酒理吼。这即嘛讲的是 A 发生了后 B 就随对咧发生。啊，拄则呢，就是讲伫 A 发生进前呢 ，B 就早了已经发生啊，吼，所以即第三句、第四句、第三个意思甲第四句的意思看起来因都无共吼，但是拢会使用即个咒理。第五意思说明某家庭的结果啊，这看意思看这解说拢看无，咱直接看例句。无顾性命就会破病，吼，所以某一个家庭的结果哈，你若无顾性命就会破病，所以迄个意思是，甲转说过，你若无做这就会安怎？无细字就会跋倒，吼，无细字就会跋倒。你若毋减价毋减价，我就毋甲你买，吼。你若无做这，另外一项代志就会发生安尼。就迄碟无过来，就今仔日我要甲伊绝交，就安尼困去吼，就是讲某一项家庭了后，结果是安怎？所以这个咒理呢，我拄则讲，因为我袂惯使用咒理，我想讲这是毋是受华语影响？毋是看起来是伫即个日本时代吼，都已经有人惯势安尼用啊吼。着光就光，也是讲即些遮尔侪例句，拢用即个咒理。啊，但是我自细汉就讲惯势讲着光，着光当然无安尼讲啦吼。比如讲即咱遮例句吼，比如讲袂领带以前，我着有甲内地人来，我着用个着哩。早起天未光，我着来，我拢会用着哩。自古早着有，我拢会用即个着哩。是毋是我用的毋对呢？咱来看即个着哩，着 T-I-O-H 入声字吼，关入声，所以是第八声。哦，即个着哩，你看遮尔常用吼，伊意思遮尔多。汉字是写做即个着吼，咱无必要一个一个看啦吼，因为遮尔侪意思，咱以后若教着有用着再来看。我看觅啊，咱吼，表示他事的动作的结果吼。第七个解说表示表示他事的动作的结果。吼，有印象无？头前有即个咒理嘛有即个解说，就是 A 发生啊 B 就对咧发生，所以即个是 A 发生 B 就对咧发生嘛吼。第八意思表示自动词的动作结果，相款拢是 A 发生 B 就发生。所以咱来看第七句、第八句，第七种、第八种的即个例句，讲绕着棍。哦，所以这毋是接着伊的批，我看嘛，有即个
即个意思应该较接近即个咒语的意思，讲某动作结束了，马上会场合。啊，或者是说明家庭某一项代志的结果，吼，即含头前迄个咒语的其中一个意思是相款嘛，完全一模一样。咱来看第11甲第11B 甲11C， 11就是啦，11嘛是啦吼。12讲甲咒的3、4、5共意思来使用，吼，所以你就知影。即个吊字含咒字的使用方法，其实有几种使用方法是完全相款意思的。伊书典直接安尼写吼，吊含咒，咒的第3、第4、第5意思相款吼。比如讲，伊只有解说，表示某动作结束真久的意思吼。所以咱拄则有讲了 ，A 发生之前 B 就发生足久啊，就是即个意思。啊，后来即就是 A 发生 ，B 就发生，拢会使用即个吊字。好，咱来看例句，就知是毋是一模一样。第11个例句讲，袂领带，这是伊个用相款的物件，相款的例句，袂领带以前，我着有甲内地人伫来往，吼，早起天光天未光我着来，自古早着有，吼，所以其实我嘛是看书典就知影讲，我较早的讲法嘛是正确的，啊，即个下门即个巴克利班圣经用即个咒字嘛是正确的，吼，所以这就是文理的即个诚大的功用。伊互你所讲出来话讲，你着感觉较有自信，你知影你无发音无走蛇去，无毋对去安尼。好，咱转来到圣经遮，吼，所以你遮要用即个吊字，还是要用即个咒字，拢是会使。上帝就做强葱来分开强葱的水，甲强葱顶的水，就有安尼，就有安尼，拢会使吼。过来看即个安尼，即个安尼，大家应该定定听着，吼。我自细汉我是可能较惯势讲安尼啦，吼，安尼啊，嘛是有人讲安尼，安尼是毋是拢对呢？应该是当然是应该是拢对啦，这是照市场听到的词，咱来查一下就好。安尼，所以你若对即个声调无熟吼，你要用即个词典，可能有比较困难，因为你着要用 try and error 吼，我袂拍就对啦，就知影讲到底拍啊对，找对找袂对安尼。安尼，吼，这第二声、第一声。安尼，其他的腔口，漳州腔讲安尼，哦，所以你就知影你是腔口的无共嘛。泉州腔、漳州腔无共的讲法安尼。即点我就感觉有一点奇怪，因为我自细汉讲的是泉州腔啦吼，所以我应该要惯势讲安尼，但是我自细汉敢若是拢讲惯势讲漳州，即个漳州腔。其他还有足侪无共的讲法吼，我一个念，但是不一定念得准吼，因为这是安静吼，安静吼，安静安静，安尼安静安尼安喜暗喜暗香，其实这后壁我拢捌听过吼。就安尼汉字写做这两字，你可能感觉足奇怪，这两字毋是读做如此。你一定要拍破你
你对汉字的一种观念，就是讲，即字一定爱安尼读法，还是安尼读法？其实汉字的读音吼，会使足侪方式去调音。即种你用即两字看起来，和安尼完全无共的音来表示即两音。即种的呢，即种调音法，咱叫做叫做混读句啦。日语叫做混读句，就是混读吼，混读啦。你若讲华语叫做训读啦，吼，就是读意思尔啦，吼，毋是读音啦，就是汉字的本音毋是安尼读，但是伊的意思是安尼，即叫做混读，混读句。啊，混读句，啊，你若要叫做往读句，就是音读，就是写读做如此。你若要混读句，就是读做安尼，吼，即你毋通互汉字的迄个音白调讲一定要安尼读，其实咱来看一下原册上面，哦，先看解说啦哈，解说就是如此，哦，啊，台语就是有人写安尼，哦，所以安尼就是如此的意思，吼，或者是安尼汉字安尼写就好。如此讲，你就写如此讲，但是读你读安尼讲，安尼好，安尼若听。来看一下，伫遮来看，遮，然后我甲放较大，汉字写做安尼，哦，啊，即个你若要即个假名，你就知影讲这是读做这是读做读做按呢，伊即个音飘飘法和白话字是相款吼，一撇安尼就是第二声安呢，吼，当然变调啦吼，本来是按变调变安呢，汉字就是安尼写。啊，日本人共款是相款，即个两字汉字吼，咱会使读做安呢，飘音飘做安呢嘛吼。啊嘛，你嘛知影，就是你若往读句，你着读做如此，音读啦吼，读做如此。你若日本人诶分读句呢，伊读做我毋知影我读了会准袂吼，读做口，所以相款诶汉字诶音会使即种读法吼，往读句、分读句。音读、训读，吼，啊，伊有一寡例句，咱小看者。其实拄则例句咱拢有读过啦，吼。比如讲，安尼好，安尼好，啊，即是安尼好，啊是安尼若尔，吼，安尼若尔，汉字这写做而已嘛，吼，华语念做而已，但是咱台语是读做若尔，就是。这应该无那是分读句啦，吼，训读啦。拄好即个安尼嘛伫边啊，这是安尼，这是安尼，吼，写做这写讲这是漳州音。好，所以咱甲即个安尼，吼，就有安尼，就是就如此嘛，如此安怎如此呢？就是顶头讲的即句就发生啊。上帝就做强创来分开强创下的水，甲强创顶的水，就安尼发生，吼，就有安尼，就是就安尼发生。这是第7节。即个咒字，讲到咒字，我想着讲
顶回，顶回我讲了即个车字吼，我伫大理大书店找无即字。吼，车啊，车是第四声哇，第二声找无嘛吼，应该毋是第八声，对，第四声。所以我今仔日专搁要介绍你看另外一本字典吼，台语字典叫做甘字典，但是我遮若无甲用出来。好，咱来找即甘字典。甘字典的甘字呢？哦，才有啊。吼，你上发记个台语姓网爱甘字典。即个甘字呢，毋是甜的意思啦吼，即个甘是姓啊吼，是甘为林无事的姓。甘为林无事，咱等下再来介绍吼。等下我来介绍，我传伫遮。咱先来看即个车字 ，IAH。好，伫遮就说就有啊吼。伊是叫做字典嘛，所以伊敢若当查古字啦吼，你袂当去查书。遮，对一个遮呢，遮尔侪音拢是遮嘛吼，遮尔侪字拢是遮。咱来看，各会记无？遮的水的中间，第六则讲，遮的水的中间就有强葱，所以是遮的水吼。你若去查即个和合本是写做珠水中间，我都不爱搁小你看，吼，你直接看者看者。先煞英文版我那个小出来看者。第六则，上帝讲，遮的水的中间就有强葱啊。神说，珠水之间要有空气啊。珠水，伊是安尼写，珠水。遮的水，咱来看甘字典，即个“遮”字呢，伊嘛是汉字用写即个“珠”啊。其实，遮哦，可能有啦，可能有即个音啦，因为你即个作者的“遮”伫迄个边啊嘛吼，可能就有即个“遮”音。珠啊，遮的啊，遮有例句，遮的哦，伊的解说是。甘字典的解说拢就简单啦吼，而且伊的例句就无遮丰富啦。你着爱小概念一下，讲这是牧师，即个私人编的含即个政府出钱编的即个台语大书典是无共吼，迄个人力啊财力拢无共吼，开落的钱，开动本的啦吼，台语大书典是开动本的。你嘛有一个观念，其实今仔日伫咧即个咱台湾，咱若讲台语要真正个会当有法度通延续落吼，你若无开动本的，哪有可能继续的？好，即莫讲啦，好，遮的，亲像恁遮的，咱遮的安尼吼，伊的解说就是安尼，伊嘛其实嘛无解说，遮的就讲，伊就用例句嘛，亲像恁遮的，咱遮的，吼，就是用安尼。后壁是汉语的解说是，其实是这是惊人看无白话字，所以佮用即个汉字就解说一遍。互大家看一下即个甘字典是做啥物款？甘字典是一般这是俗称啦吼，伊的正式的名称叫做厦门音的字典，厦门音的字典。所以讲起来，伊毋是
毋是正符合咱即马台语的即个用法吼，因为叫做下门音。下门音我咧小解释就下门音伊的特色其实就是江泉南吼，江泉南意思就是讲漳州音和泉州音南做一伙来讲安尼。我就是即标准的漳泉南，因为我自细汉惯是讲泉州音，但是后来读大学了后，因为和南部的同窗做伙，所以我后来即个漳州音就拢南入来，而且拢惯势啊。我即马挑意过想要继续用我的即个泉州音要捡倒转来吼，但是有时啊嘛是个无拄好，咱是会去漳泉南去。好，咱来看食，哦，只是敢若要互你看一下今字典，先做安尼看，安尼吼，就是每一字高一字的解说吼，例句拢安尼一行尔。拄则即个食，就是食的。咱要哪题啊？嗨 ，OK，这是另外一个食的啦吼，但是可能意思无介相款啦吼，这是食远、食水、食久、拄啊食，是啥物意思我都毋知。这是另外一个吼，食的，但是咱伫这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6节吼，食的水的中间就用创即个食的，应该是即个食的，就是亲像恁食的、咱食的，主谓啦吼，你若话，是主谓啦。你若讲恁食的是恁主谓嘛，你就安尼写。但是即个食的，就是汉字写做主，但是后壁即个的我就毋知要安怎写吼。好，咱就是继续甲补起来，昨昏闹交起，即个甲补起来吼。啊，甘字典，我讲要介绍一下甘伟林牧师，咱来看一下甘伟林牧师。甘牧师是当然伫个即个做上帝事工顶头吼，有真大贡献，是上帝上忠心的仆人。咱来看一下伊的介绍，伊的英文名叫做 William Campbell， 所以翻做威廉嘛，吼 Campbell 就翻做甘威廉，就是 William Campbell。伊是 Scotland Glasgow 即个所在出世的吼，1841年出世，长老教会牧师，19世纪后期伫台湾南部传教。伫个1891年，伫台南创设全台湾第一间的即个牧人学校，叫做训诂堂，是台湾牧人教育的即个先驱者。伊伫台湾的时间是1871年到1917年。啊，日本人来台湾是当时呢是1896吧。日清战争是1895嘛，啊，过当年来收台湾，所以1896，我记得是安尼吼。所以等于是经历过大清的时代，原来经历过日本时代，直到1917年，伊伫台湾传教时间呢，总共是46年，但是伊毋是连续吼，伊中断去过。因为伊的贡献呢，所以日本政府呢颁发树日奖甲一个穗宝奖吼，也是要表彰伊的贡献。这淡薄仔看者吼，第一道伫台湾宣告的是伫行过遮尔侪所在吼，台湾府城、南部、中部教区、北部教区、白水溪教会伫遮拄着一个教案，教案就是汉人迄当阵对即个基督徒的迫害吼。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来台湾3次，拢
3摆，总共40外冬。新兵咱就跳过，伊行过的所在，咱淡薄仔看者吼。台南就到打到就高雄，南部教区去过啥物所在？台湾府东港是头先，因为台湾各地方的所在地名我无一定会读着啦吼。跌到骹打到阿里港、目沙，即个目沙毋是台北目沙，是高雄的即个山区内底迄个目沙、柑仔林、目沙，即个毋知要怎读吼？斑马嘛。公安啊，所以这是南部、中部去过埔里，三义乡，这毋知要怎发，我到即嘛佫袂晓念。北部捌去过新竹、新港，淡水、中立。白水溪教会，这是有一个教案，这我都无爱讲吼，你真危险啦吼，遐弄歹死。安慰林牧师，另外伊有留来足侪本的即个册吼，伊写的书，即寡书重要性主要是安尼，因为伊迄当中你看伊去宣教时，伫咧南部的时阵，伊去到像山区目沙吼，伊伫遐拄着枇杷人，即个枇杷人就较早对即个台南府城附近的迄个枇杷人，因为去汉人别着，所以刷到山区里，山内底入去。甘木子入去了后，因对甘木子足亲近的，因为因有一个传说，讲较早因的祖先有含即个阿门，就是阿门，就是荷兰人有对因有含因接触过安尼，有信过天父上帝，所以因为接受福音就足紧的。因为安尼呢，安维林牧师呢就足好，伊就足好奇讲，较早有即段历史，所以伊转去休假，转去英国休假时阵，伊专工去荷兰去找迄寡资料，甲找出来。迄寡资料对荷兰文翻做英语，伊翻过，比如讲，河剧下的福尔摩沙，伊甚至甲迄当阵荷兰牧师迄当阵翻译的迄个新港语马太福音，就是北部人希拉雅啦，希拉雅因的语言写即个马太福音，其实是2本另外一本敢若是约翰福音的版，但是迄本无去啊，即本搁有伫的，所以迄当阵即我讲的迄当阵拢是119世纪的代志啦，就甲翻做英语，本来是荷兰语，翻做英语搁有即个台湾布教之成功即讲的毋是伊迄当阵19世纪布教之成功伊讲的即个布教的成功是讲伫荷兰时代，迄当阵牧师伫咧台湾传教的即个事工成功当然意思是迄当阵是传了已经福音传了足普遍啦伫咧即个南台湾。伫咧教会罗马尼方面，伊有即个写过，有编即个下门音的新字典，就拄则咱看迄本字典其实即寡资料即嘛拢个找着迄个中文版荷兰统治下的台湾其实这足趣味的啦你若机会会当去摕出来看
讲我有看过，敢若是即本吼《素描福尔摩沙》冈维林台湾笔记，即本有中文版，你当去找吼，就好看。我有看过即本字吼，内底讲足侪足笑亏诶代志吼。我印象上深诶是即条，汉俄老师偷摕垃圾。伊诶意思是安尼啦，伊讲迄个故事内容也是安尼，就是伊当然伊有含迄当中诶汉俄老师接触着。啊，汉罗老师呢，每一个看的拢安尼，吼，话语叫做道貌岸然，吼，大家拢安尼饱读诗书嘛，吼，规巴肚全册，啊，讲起来拢道理，讲话啊，讲啊定啊，拢用即个文言音发音嘛，吼，讲定讲啊你听无，安尼那敢若足够，啊，大家看拢安尼，拢是吼圣贤啊，非圣即贤的对了，吼。结果呢，迄个汉语老师，他若无注意，就甲即个教会内底垃圾摕转去。所以，即个江伟林写即段，实在是感觉这实在是汉人吼一个大缺点，就是一个足大的毛病啦，一个足大的问题。即个缺点其实甲即嘛，甲伫台湾你个都去看会着，就是讲道理讲规篇。真正心内根本因为无鬼神，其实拢黑白母，所以是讲一套做一套，这是足害的吼。这就是一个儒家吼，迄个教育啊，停伫咧即个文理顶尔吼，无真正入你的心啦吼。好，佫足侪故事啦，你若有兴趣，你去找即本书来看。啊，因为伊含即个，拄则讲过，伊经过大清的时代，经过日本时代，所以伊含即个大清的官员啊，有接触含日本官员啊接触，所以你看伊对日本官员的观察，看伊写即个大清的官员的观察，你就知影即两个政府实在一大无共。好，咱甘牧师介绍到遮，这是伊的字典吼，啊，所以以后一寡字吼。你若伫咧书店找无，你来找高一字的，来找字典，所以即本嘛是足重要。吼，咱转来到即个圣经第7章，咱已经讲纸，啊无还是第六、第7，第7章咱讲纸，咱今晚要讲第8章，等下我先甲这摕掉。第7章咱阁念一遍，上帝就造穹苍来分开穹苍下的水，甲穹苍顶的水，就安尼。上帝叫穹苍做天，有下远，有早起，是第2日。所以第8章每一字差不多拢教过，就无搁继续讲啦吼。有下远有早起，是第2日。上帝叫穹苍做天，有下远有早起，是第2日。即个穹苍我若发音毋对，请大家再甲我指正吼，因为我即个变调一直变无好。穹苍，好，咱过来复习第1章第7节、第8节即2节，咱今仔日教。上帝就造穹苍来分开穹苍下的水，甲穹苍顶的水，就安尼。上帝叫穹苍做天，有下远有早起，是第2日。第1日，上帝造光，吼，有下远，将光暗分开，有下远有早起，是第1日。第2日，上帝创造穹苍，穹苍你若会记得我昨昏有讲即个话，不能翻做空气吼。包括伫遮第8章嘛是去翻做空气，上帝叫第7节、第8节拢翻做空气吼。但是咱昨昏有去翻即个希伯来文，即个原文吼，
你就知影讲，不管是你若看英语版的，还是看希伯来文吼，即个拢应该是强冲才对吼，犯罪强冲才是较正确吼。第7章你看，神就造出空气啊，第7节了，歹势。我字放较大，因为我发觉我昨昏字伤细吼，你看还模糊。神就造出空气，造出空气吼，伊就原来是安尼写，造出空气。神称空气为天，但是真明显的是，希伯来原文写上帝做强创，做一个薄薄的一片啊，会当一个延伸啦吼，延伸出去的吼，规片的。所以犯罪强创还是你看英语版嘛是犯罪强创嘛，即 firmament 你会使去现字典吼 ，firmament 就是强创。所以即个话本犯罪空气 air 对无？你若讲是，若用英语讲是 air， 是足奇怪哈。好，咱今仔日就讲到遮吼。今仔日其实就用这时间咧讲故事啦吼。但是我感觉故事足重要。你理解了解一下台湾伫18世纪吼，有一个牧师，因为安尼上帝即个足奇妙的作为，互伊去熟悉到迄寡。伫200年前，1624年以后，1624年以后，伫恁伫18世纪200年前，伫1624年的时阵，都接受到上帝福音，吼。而且因为即个牧师伊迄当中原来真有心吼，去甲迄寡史料甲显出来，去甲找出来，去甲伊真正是去拜访荷兰当地去拜访去找迄寡史料甲找出来。甲翻做英文，即寡英文字呢，则因为伊安尼保留较紧嘛，咱即嘛会当用中文来读即寡400年前台湾的历史，所以特别甲即段历史伫介绍甘字典的时候，先煞讲互大家听。啊，上重要是咱转来圣经吼，第一是上帝创造光。在我看来是第一字是创造，那个时空啦吼，宇宙就对啦吼。创造时，第二字创造空间啊，时间空间。因为第二字创造强创嘛，甲即个顶的水顶的分开，所以创造出空间。我是安尼看吼，第一讲是时间，第二讲是空间。可能我毋是。真正读过神学院，还是讲我无啥敢直接来解经啦吼，我拢直接看无共版本的圣经安怎讲，啊是别来文的圣经安怎讲吼，我无爱做足侪解经的即个工课，因为这事干无应该是我来做吼，因为我今仔甲圣经解了无好去啦，主要是安尼。感谢各位收听，今日到遮。